澳門文化發展基金同埋澳門霍英東基金會資助嘅係如有劇藝獻香江，今日嘅折子戲同埋曲藝一齊獻上。咁本來我哋嘅節目呢係10月5號做嘅，因為呢颱風嘅問題，所以係改咗今日嘅，可能有啲朋友都唔知添。好啦，咁啊而家介紹第一個節目啦嚇，好簡短啦嚇，就係講西漢末年，呢個係吳漢呢個爸爸呢就係漢朝嘅一個忠臣，但係王莽篡位之後呢就吳漢嘅唔好講咁多啦，因為嚟緊啦啲戲啊嚇，因為你哋知道晒啲內容噶啦。咁咧就由鄭善冰同埋盧國明咧係為大家獻上嘅，俾一個熱烈嘅掌聲歡迎佢哋。好，慢慢欣賞。步步為艱，荊棘同登天馬堂，傳中劍愛難傳，身似孤舟同太浪唱，催人血淚點點流心傷，恨天生我二人打上。最平安，是家山人望，聲聲正慶同餘響，真
陣啊，能動屠殺心腸。今夜信女僕難認，可否逢空花吉那場，淚眼看，輕易撩人啊亂，月色也悲涼。公主，你坐。駙馬軍務操勞，你辛苦啦。辛苦，身不苦，心最苦。駙馬，你講乜嘢啊？冇，我係問公主你朝晚品嘅什麼神，念嘅什麼經啊？哦，提起求神拜佛，講章出來，駙馬爺休要見笑啊！此話怎講？請聽啊！黃萬英朝晚靜靜躲在佛堂，偷念法，偷經學我婆婆，讓我在宮闱院內不慣參透神靈拜禪房，今次學婆婆敬神朝晚上一炷神香，頭上蒼福澤光，婆婆求願我細心效仿，他朝討平安，我晚討吉那場，他憑孝清輕紅顏，奏馬間檔。麻間檔。他奏馬間嘅手地，為做先把血債。上鐵石人問，也斷腸，我也奏默間，仇人也求願皇天。情間情間檔啊！哎呀呀，仲有千軍啊萬馬，擋不住佢一語又長可愛眼前人，佢語信呢真，情重比泰山，心如秋月浪，千般
呢愛萬般人啊，一片孝心感天地，千恩萬呢愛卻積出恨呢無一丈，愛海般無波，鴛鴦柳底相棲宿，就關起前仇。陳家園來是仇家，求什麼神啊明光罪，一把無情劍，千斤罪也要哎呀天霸天，天哪里若有情，何堪亂點冤家，錯上鴛鴦火眼主你何所問？請直說無妨。家有世仇，婆婆祈願吐血仗。敢問家何名姓？賊子居住在何方呢？我嘛，公阿主。吾家殺父仇，一言難盡講。吾家仇恨，吾家事，無需公主你問端詳，問端詳。駙馬言差矣。妾是吾家人，我當為吾家上，縱是受家世位。比天高，我家父王位極雲霄上，仇家縱在天腳底，一張黃榜要他無處藏，無處藏。仇人世位比天高，撲在雲霄上。若問仇家名和姓，天下早傳揚。要拿此奸雄，不須貼黃榜，現在天腳底，更在我身旁。駙馬，此話點解？你由天了，為父報深仇，今宵吐血仗，先殺王家女，後誅你父王。殺駙馬，來看18年前奸臣賊之謀朝散漢，
我家爹爹痛斥奸黨，捨身不見烏漢王，恨奸賊奪金行兇，爹爹死在金界，血流劍上。娘親為報國恨家仇，收藏此劍18年長。公主你要追問吳家嘅仇人，他就是你家爹的聖王明王。為國為家也當以血還血，誓將國賊劍下亡。無言來慰安，只有搔首怨上蒼。天太恨，你將仇家穿作鳳凰，一劍冤仇恨如大江。蒼天情幫緣，再生一姑娘，不要一點情招冷如霜。愛念斷，恩情拋腦後，好替父雪恨，捨命護漢邦。恩愛夫妻默然淚眼看，喜氣今宵是噩夢一場，低頭驚看仇恨劍露光。
眼陣忍者強夫妻恩情似海洋，一朝風雷平地起，驚你似暴數妻痛苦慘亡嘅身。我持劍闖驚堂，從無名盡呢孝傳中，從心可大看哎呀！難應無依無彈影逢慶。